今集嘅一目咧係喺土瓜灣道70號，成個項目咧總共分為2期，當中嘅2座樓以 L 型排列分佈。而今次推出嘅第1期咧，根據地產網站資料所得，呢一座樓樓高30層，由1房到4房嘅間隔都有，實用面積咧就由230至到832尺。佢而家咧仲喺度起緊㗎。至於佢關鍵日期咧就喺2027年嘅年中。我喺呢度咧同大家宏觀咁分析一下一目嘅整體嘅地理位置先。大家睇下呢段高空拍攝嘅影片就可以見到，一目咧係位處於土瓜灣呢個舊區之內，所以咧包圍住佢嘅大部分都係以舊樓群為主。原則上咧佢同附近啲舊樓相對咧比較近，感覺上咧亦都有啲壓迫感。尤其係向住落山道一邊嘅呢一座，亦即係咧今次推出嘅呢一座，佢同對面呢座舊大廈之間嘅距離都算近。不過啦，由於高度唔同嘅關係啦，所以一目嘅中高層以上嘅單位景觀咧相對會開揚啲。至於屋苑自己本身可以聚氣嘅位置咧，就係喺成個屋苑背向嘅一邊，亦即係咧向住下鄉道同隔離富匯碼頭圍酒店之間呢個來源位啦。呢一個佈局設計咧，亦係一目響風水上嘅特點嚟。至於響大廈單位朝向方面嚟講嘅話，我咧就用咗發展商提供嘅網上單位分佈圖，再加埋咧我用羅間實地去勘測，得出咗咧跟住落嚟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推出嘅呢一座喺朝向上主要有2個，先講下向落山道一邊 A 至到 H 嘅單位，佢係以坐西南向東北為主，屬於一個咧旺財嘅線道。立得當旺嘅線道，外局巒頭咧適宜配合開揚開闊同埋聚到氣嘅景觀，咁先至為之理想。以而家正向呢邊，主要咧係以望住對面舊樓嘅景觀為主，而且咧亦都受到對面大廈遮擋咗，所以中高層以上嘅單位可以望得過對面大廈頂樓，相對較為有利。納氣亦都較為好，所以咧相對亦都較高分。另外風水學除咗要睇外局巒頭配唔配合之外，內局方位嘅分佈亦都需要兼顧。以 A 至到 H 單位嚟分析嘅話，佢哋分別由1房至到3房嘅戶型都有，大家各自單位嘅露台咧都係以向東北為主，都係屬於一個旺財嘅線道。但係各自單位嘅房間啦，又或者大門位未至於完全一致，所以有部分單位咧，尤其係2房嘅單位當中嘅睡房位會落咗喺一啲相對冇咁有利嘅位置上。所以啦，第時入伙之後咧，適宜透過室內嘅佈局去做翻一啲坐旺同埋平衡嘅佈局會好啲啦。另外，以單位中因立極法則嚟睇嘅話，我認為咧，以3房嘅 A 單位相對較為有利，因為當中嘅大門啦、睡房同埋露台位喺理氣上都算係配合，所以亦都相對較為理想。至於呢一座向來源一邊嘅 J 至到 Q 嘅單位，亦即係咧向相反方向嗰邊，以單位朝向線道嚟講嘅話咧，佢係以坐東北向西南為主，唔算係一個好當旺嘅線道。外局巒頭嘅景觀係以望住對面富匯碼頭圍酒店一邊為主。呢一座酒店咧，相比起一目周圍嘅舊樓都為高，所以望呢邊嘅單位部分景觀咧都會受佢影響。不過正如頭先講過啦，一目成個項目喺設計上向呢邊嘅位置係設有一個咧內圓綠化嘅空間，形成咗一個咧聚氣嘅內明堂位。其實單位咧如果可以立到一個好嘅線道，加上能夠做到藏氣聚氣，當然係最理想啦。向呢邊單位嘅線道雖然未至於好當旺，但係咧亦都未至於帶有煞氣，而且尚算做到聚氣嘅效果。所以我認為中低層向呢邊嘅單位相對較為有利。綜觀今次第1期嘅坐向線道嚟講，我認為咧較多嘅單位線道都係立得唔錯，屬於咧當旺嘅線道。理氣部分咧都算係高分。扣分位咧就係礙於周圍嘅舊樓形成咗一種壓迫感，密度咧亦都相對較高，所以減弱咗當旺線道帶出嚟嘅效應。今次我會俾一個中等嘅分數佢。今集咧，我哋繼續留喺呢區睇埋另一個新盤，佢咧就係首岸。究竟佢喺風水上又有咩特別咧？我哋即刻去睇下。今集嘅首岸係喺紅磡嘅庇利街1號，成個項目有4座，分為4期發展，總共咧提供1296個單位。而今次推出嘅第3期第1座，大概咧有360個單位。大家可以見到啦，佢咧仲喺度起緊嘅。至於個關鍵日期咧，就喺2027年嘅8月尾。我喺呢度同大家宏觀咁分析一下首岸嘅地理位置先。成個屋苑咧喺紅磡區嚟講，都算係近幾年比較大嘅項目。大家可以睇到啦，佢咧成個項目係起喺一個咧好似 T 字形嘅地段上面，而且咧亦屬於舊區裏面，所以包圍住佢嘅咧都係一啲咧半新舊嘅樓。原則上咧，佢同附近嘅建築物之間相對咧比較近。感覺上咧都有啲壓迫感㗎。而首岸呢4期咧，總共有4座樓，佢哋咧大致上咧都係採取咗坐北向南、坐南向北、坐東向西同埋坐西向東呢4個四正嘅線道作為立向。一般嚟講，喺風水學上，四正嘅立向線道都係相對比較穩陣。當然啦，仲需要了解埋佢外局嘅巒頭係咪配合先得㗎。今集我先集中分析一下第1座嘅坐向先，睇下理氣同埋巒頭算唔算配合。我用咗羅間實地去勘測，
加上咧發展商網上提供嘅資料結合嚟研究，得出咗以下嘅分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第一座咧主要分為3個朝向，其中 G 至到 M 嘅單位大致咧係採取咗坐北向南，呢一個咧屬於旺人丁嘅線道。呢啲單位咧比較多係屬於兩房嘅單位，景觀咧係以望住對面一個咧喺2021年年中落成嘅單棟式物業啟岸，而啟岸本身嘅樓高咧同今次嘅首岸相差唔遠，所以原則上咧都係以樓望樓為主。外局聯頭咧同埋理氣都唔算配合。呢一種立向嘅線道咧只係一般嘅啫，唔算特別多旺。但係向庇利街近身嘅一邊門口位對出有一條咧右水倒咗嘅環向車路，而且呢條庇利街同馬頭圍道嘅交界啱啱好咧有一個行人過路位，形成咗一個咧聚水嘅功效。如果撇除咗噪音嘅問題嘅話，呢一種右水倒咗嘅格局喺理氣上咧亦間接有利向呢邊嘅單位，特別係從事一啲管理啦，又或者紀律部隊嘅人士。至於喺催財方面咧，我覺得將來入伙之後可以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設計去做翻一個咧助旺嘅效果會好啲啦。好啦，跟住又講下向相反方向嘅 A 至到 D 嘅單位。向呢邊嘅單位有一半咧係屬於3房單位嚟。至於呢邊嘅單位大致咧係採取咗坐南向北作為主要朝向，係立喺一個咧旺財嘅線道上面。呢啲單位主要係望住內園嘅露天泳池啦，同埋同屋苑嘅另一座為主。景觀上咧相對較頭先向庇利街一邊嘅單位開揚，而且向呢邊咧亦都有一個咧藏風聚氣嘅內園位，加上有泳池呢種真水嘅聚水功效，對於呢種旺財嘅線道嚟講相對有利。我認為咧向呢邊嘅單位以中低層比較高分啲啦。至於最後 E 同埋 F 嘅單位，佢哋咧係採取咗坐西向東作為主要朝向，單位嘅景觀咧主要係望住馬頭圍道一邊，亦都係咧以樓望樓為主。線道上咧唔算係理想，加上咧馬頭圍道係屬於流量同埋動向大嘅車路，呢種外局嘅聯頭水路同線道咧唔算係配合，所以咧我覺得呢3個朝向嚟講最低分嘅應該係呢邊啦。我認為咧將來入伙之後，如果係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設計去做翻一個平衡同埋助旺嘅功效會好啲啦。總結一下，首岸成個項目喺地段上嚟講算係中規中矩。當然啦，屋苑以外嘅聯頭景物未必可以完全配合，但係由於佢自己佔地嘅面積比較大，所以某程度上咧亦都造就到佢可以透過自己嘅內局設施，包括內園同埋泳池，同大廈本身嘅線道互相配合，所以咧都算係一個加分嘅位置。綜合嚟講，我會俾一個中等嘅分數佢。如果大家想睇到我更多嘅風水命理、面相掌信同埋易經嘅節目，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噶。